面試官問你點樣優化系統，你淨係識答加 cash， 唔怪得你拎唔到 offer 啦。記住，面試官想聽嘅唔係標準答案，而係你表唔表現到工程師應有嘅判斷同決策力。今日等我教你 iBank 工程師都用緊嘅高分答題結構 DEF 決策框架啦。D 代表 design， 唔好急住講 solution， 先定義問題嘅邊界，搞清楚設計邏輯同限制，確認樽頸到底喺邊度。E 係 engineering， 唔好淨係講方案，要講埋 error 點 handle、fallback 點樣做，要講清楚點樣落地先 show 到你係實戰派。P 係 patterns and philosophy， 死背書冇用㗎，你要講個原理俾面試官聽。Cache 嘅本質係將高頻嘅讀取資料放喺更快嘅 data layer， 減少重複而昂貴嘅 database round trip。Key 係 trade-offs， 每個技術決定背後都有代價，用咗 cache 數據可能會過時，產生一致性問題，你又會點樣取捨？最後你要根據業務需求去做最終決定。例如 business side 到底可唔可以接受 eventual consistency 呢？如果唔得，你有咩其他方法？答到呢啲先至係拎到 strong hire 嘅關鍵。想知點樣突破現狀，由 no hire 變 strong hire？ 點擊我 profile 連結，報名參加我嘅免費夢想分享會啦！我會同你拆解工程師突破職涯天花板，拎高薪 offer 嘅升級之路。我係練馬師 Casper，follow 我同你拆解更多香港 IT 界嘅面試標準同升級心法。我哋 webinar 見。